講過鮮百合銀杏牛肉湯。材料：鮮百合4兩，銀杏16粒，牛肉半斤，生薑4片。做法：鮮百合超級市場有得賣啦，藥房有得賣啦，網上有得賣啦。洗乾淨，剝瓣備用，剝瓣備用。杏仁、白果去殼後，用滾水浸10分鐘，去皮去心備用。生薑刮皮洗乾淨，切2片備用。牛肉洗乾淨，切薄片，以少許食鹽、油、生抽、生粉拌攪，醃片刻備用。煲滾適量清水，放入鮮百合、銀杏、薑片，一同煲約半個鐘頭，再加入牛肉，滾至牛肉熟透，即可調味飲用。呢個就係鮮百合銀杏牛肉湯。材料就係百合啦、銀杏啦、牛肉啦、生薑片。啲百合啊，就洗乾淨去剝瓣備用。銀杏呢就係白果啦，剝殼用滾水浸10分鐘去皮，去咗啲白果裏邊個心。用生薑刨皮，洗乾淨，切幾片備用。牛肉洗乾淨，切片，以少許鹽、油、生抽、生粉去攪勻去，醃一陣間備用。煲滾適量清水，放入鮮百合、銀杏、生薑片，一同煲約半個鐘頭，再加入牛肉，滾至牛肉熟透，即可調味飲用。多謝觀看、訂閱、點讚。拜拜。